大家好，請問大家，你覺得自己一日食咗幾多糖？只係飲咗一杯珍珠奶茶，食咗一嚿蛋糕，但今日講嘅好書，別在吃錯了入面，開門見山，話俾我哋知一個震撼嘅事實：你每日食咗嘅白飯、粉麵、麵包，通通都係糖。碳水化合物等於糖。今日我哋就嚟拆解呢個我哋每日食最多嘅嘢，到底係點樣令我哋越食越病嘅？大家好，我係時之莎，同你講養生。以下內容並唔係任何飲食同醫療建議，請諮詢你嘅醫生。一、從營養標籤看碳水化合物。書中許教授教我哋一個關鍵技能，睇明白食物標籤上嘅糖。好多人以為只有甜食入面先至有糖，但係仔細睇下包裝上面嘅營養標籤，碳水化合物嗰一欄嘅數字先至係真正嘅陷阱。無論係白飯、麵包定係烏冬，進入身體後都會被迅速分解做葡萄糖，本質上同食糖無異，差別只係在於速度，結果都一樣，就係令血糖飆升。二、令人肥胖嘅高碳水化合物飲食。書中提到，高碳水就係高熱量，多餘嘅糖分最終都會變成脂肪。當我哋食咗大量嘅碳水化合物，血糖會快速上升，胰島素會大量分泌，將糖分推入細胞，用唔完嘅糖去左邊，全部都轉化咗做脂肪儲存。咁就解釋咗點解咁多人明明唔食肥肉，但係都係變肥，因為白飯、麵包食太多，係會照樣堆積做脂肪。而葡萄糖同小麥都有成癮性，以往狩獵採集者只能採集到少量嘅野果同蜜糖等甜食，但係而家白糖同麵食都有大量嘅供應。進食呢啲食品會令血糖升高，阻礙瘦素信號，令人欠缺飽腹感，繼而大量進食導致肥胖。肥胖嘅人身體負荷高，運動困難，而加工食物、白糖、粉麵嘅營養密度低，腸道察覺到營養不足，所以仍然催促我哋食多啲，令到身體肥胖，但係仍然吸收唔到足夠嘅營養，結果造成惡性循環。堅持盡量減少或者完全唔食含有糖分、小麥等嘅加工食品，可以幫助減肥。三、食幾多碳水化合物先至啱？書中俾咗明確嘅指引，每個人嘅正確分量都唔一樣，取決於年齡、性別、活動量同埋代謝狀況，但共通原則係遠低於你而家食緊嘅量。作者強調，與其將白飯當做主食，不如將肉同菜當主食。碳水化合物只係配角，每人每日糖嘅攝取量應該少於總能量攝入嘅10%，理想嘅攝入量少於5%。四、升糖指數同血糖量。作者解釋咗升糖指數 GI 嘅意思。高 GI 食物，例如白飯、白麵包，會令到血糖好似坐過山車一樣暴升暴跌。暴升嘅時候，胰島素會大量分泌；暴跌嘅時候，又會令你飢餓感爆發，惡性循環。相反，低 GI 嘅食物，例如糙米、燕麥，會令到血糖平穩釋放，飽足感更加持久。五、複合碳水化合物同慢性病。許教授提醒，即使係複合碳水化合物，例如糙米、全麥麵包，唔代表可以無限量咁食，只係比較唔壞嘅選擇。關鍵仍在於總量控制。高碳水飲食不單止令人肥，更加係肥胖症、糖尿病、高血壓、血脂異常，甚至係癌症嘅推手。幾十年嚟，我哋被教導低脂、低膽固醇、高碳水化合物係健康嘅，結果就越食越病。胰島素抵抗同代謝綜合症，長時間高碳水化合物飲食，令血糖持續處於高水平，造成胰島素抵抗。胰島素抵抗係引致血糖高、血壓高、三酸甘油脂水平高、高密度脂蛋白水平低，同中央肥胖症等代謝綜合症。患有3項或以上代謝綜合症嘅人，患上癌症、過度肥胖症、阿茲海默症、糖尿病、中風同埋心臟病嘅風險都會大大提高。根據活動量，食返適量嘅碳水化合物，可以幫助細胞對胰島素保持敏感，
唔會產生胰島素抵抗。二型糖尿病嘅特徵係胰島素抵抗，並可能有胰島素分泌減少嘅情況。未經治療嘅患者，典型症狀係消瘦、頻尿、口渴同埋飢餓感增加。戒除澱粉或者間歇性斷食，能有效改善胰島素抵抗。二型糖尿病患者喺醫護人員嘅指導同觀察底下，利用呢啲方法都能夠達到減藥甚至停藥嘅效果。阿茲海默症、阿茲海默病亦都有三型糖尿病之稱，因為腦部細胞產生胰島素抵抗，得唔到葡萄糖作為能量而萎縮死亡。預防方法係進食升糖指數低嘅食物，同時控制碳水化合物嘅總量。椰子油內含有中鏈飽和脂肪酸，可以代謝成腦部用作能量嘅酮體。食用椰子油亦都可以減輕同預防阿茲海默病、中風同心臟病。高碳水飲食會造成高密度脂蛋白水平低，同三酸甘油脂水平高，即係血脂異常，容易引致中風同心臟病。血糖水平持續高企，亦會生化炎症，影響血管健康。預防呢啲疾病嘅方法，同樣係進食升糖指數低嘅食物，及同時控制碳水化合物嘅總攝取量。癌症，科學家同埋諾貝爾生理學得獎者亞爾堡醫生發現，病態癌細胞喺無氧狀況下，使用糖解作用取得能源，即雅氏效應。簡單嚟講，糖就係癌細胞嘅燃料，係極低血糖嘅情況下，癌細胞不能增生，甚至會萎縮，因此維持正常血糖水平有助抗癌。總結，唔係叫你唔食澱粉，而係認清佢嘅本質，控制佢嘅份量。而家係時候重新認識咩嘢先係真正適合人類嘅食物。中意呢一集嘅內容，記得按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，留言俾我。呢幾集對你有冇幫助？我哋下集繼續，別再吃錯鳥特輯。拜拜。